準備好了嗎？準備好了 3, 2, 1 I'm always online Hello， 各位互聯網的閨蜜們，猜猜今天帶大家吃什麼呢？飲啖鮮果汁冰先，再嚟打卡呢個688嘅4人套餐啊！哇，現場燒安格斯 T 骨扒，實在太有煙火氣啦！啲牛扒燒到滋滋作響啊，啲香味係咁飄埋嚟啊！哇，塊牛扒燒到金黃咁啊，外焦內嫩啊，啲肉質咧好粉嫩啊，仲充滿咗肉汁添啊！牛扒配 VSO 片乾杯。呢間瑞和牛嘅新店啊，主打融合料理，西式嘅輕餐同埋主推嘅潮式果汁冰啊，都係好有特色噶，都值得一試噶。今次品嘗到佢哋嘅海螺啦、帆立貝啦同埋和牛啊，食材咧都係一如既往嘅新鮮啊，保持咗瑞和牛嘅一貫水準啊。雖然呢邊係輕食餐廳，但係服務咧就一如既往有懷石料理一樣嘅尊貴服務啊。而環境咧就係偏向年輕化嘅 ins 風啊，非常之清新，仲有好多打卡點添。好，臨走去影下相打卡先，下次見啦，拜拜。